大家好，澳門市一名內地女子同啱啱相識嘅男友人因金錢問題發生爭執，向警方報案，誣告對方強姦。涉案人姓顏，女，39歲，內地居民，報稱理療師。司警11月4號晚上約7點接獲治安警轉介，並對案件展開調查。期間，內地女子顏某聲稱11月3號來澳期間喺車上面認識一名男子，抵澳之後一同到某酒店賭博，至到報案當日凌晨喺對方邀請之下到酒店房內休息，俾人趁機性侵，故向酒店外嘅警員報案。司警接手之後調查兩人嘅活動軌跡同埋通訊記錄，發現顏某一直留喺房內，朝早嘅時候同該男子一同食早餐，隨後各自喺場內賭博。此外，警方喺兩人通訊記錄中發現顏某曾經向對方索款1萬港元被拒絕，懷疑有人因金錢糾紛報假案，故將涉案顏某拘捕。期間顏某否認作案，但有證據證明嫌疑人同案有關。司警以誣告罪對顏某落案，移交檢院跟進。